各位老友記，暑假來臨，唔想屋企嘅化骨龍成喺空調房裏邊打機，即刻帶佢嚟廣東旅遊報名參加珠海長隆3日遊，團費只需999，2晚連住海泉灣溫泉度假酒店，性價比超高。跟住風仔嘅鏡頭去睇一睇今次行程有咩玩。喺行程嘅第一日中午啊，我哋會嚟到斗門大石坑食非遺美食勁仔強叉燒。酒店方面，我哋係2晚連住喺海泉灣溫泉度假酒店天王星，跟住風仔嘅鏡頭一鏡到底睇一睇房間嘅環境設施，行出嚟仲有一個超大嘅陽台，望住藍天白雲，非常之愜意啊！海泉灣度假區係以海洋溫泉為核心嘅大型娛樂區，我哋馬上去睇一睇呢度嘅溫泉係點樣。成個溫泉區有大大細細80幾個溫泉池，真係一次過浸過夠啊！呢度係土耳其風格嘅溫泉區，當然仲有必不可少嘅海洋溫泉區。呢一片全部都係採自純天然嘅海洋溫泉。哇！仲有海佛皇宮風格嘅溫泉區啊！室外溫泉區就係細路仔玩嘅波波池。呢度係兒童水上樂園。呢度係水上電影院。到咗夜晚，酒店仲特別安排夢幻劇場，邀請外國友人為我哋載歌載舞啊！唱嘅全部都係粵語經典老歌，跟住風仔嘅鏡頭去一探究竟。喺行程第2日早上10點鐘，我哋就會抵達珠海長隆海洋王國。呢度有非常之多嘅遊樂項目，適合一家大細一齊玩嘅。玩到晚黑8點半，睇完煙花，我哋先至集合。嚟到長隆海洋王國，一定要打卡嘅就係呢個鯨鯊館，裏面有個海底世界，可以令你近距離接觸海洋動物，真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體驗。仲有絕對唔可以錯過嘅鸚鵡過山車。等到夜幕降臨，仲有一場非常震撼人心嘅煙火匯演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